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4章。以弗死了后，以色列人搁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上主将因交予统治下朔的迦南王亚宾，伊的元帅是西西拉，住伫哈罗舍合哥印。亚宾王有铁的战车900台，伊残忍欺压以色列人20年。以色列人哀求上主解救。迄时有一个女先知底波拉，就是拉比多的某，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伊住伫以法莲山区拉玛甲伯特利的中间，底波拉的樟树骹，以色列人拢去伊遐听伊的判决。底波拉派人去拿弗他利的基地斯，叫阿比拿暗的囝巴拉来，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减无命令你着带拿弗他利人甲西布伦人10000，甲你去塔卜山。我要予亚宾的元帅西西拉甲伊的战车、伊的全军来到基顺河你遮，我要将因交伫你的手。巴拉甲伊讲：你若要甲我做伙去，我就要去；你若我就毋去。伊讲：我一定会甲你做伙去，毋过你即边出征，袂互你得到荣光。因为上主要将西西拉交伫一个妇人人的手，底波拉就甲巴拉做伙去基地斯。巴拉调集西布伦人甲拿弗他利人到基地斯，缀伊去的有10000人。底波拉嘛甲伊做伙去。迄时，摩西的丈人何巴的后代基尼人希伯离开其他的基尼人，来伫基地斯附近的撒拿因上树边搭布边住伫遐。有人甲西西拉讲，阿比拿暗的囝巴拉已经上去塔卜山。西西拉就调集伊拢总铁的战车900台甲全军，对哈罗舍合哥印来到基顺河。底波拉对巴拉讲：正讲，今仔日上主将西西拉交伫你的手啦，上主伫你的头前得带你。巴拉就对塔卜山落来，对伊的有10000人。上主予西西拉以及伊所有的战车甲军队受巴拉攻击，混乱四散。西西拉落车，起骹逃走。巴拉追入遐个战车甲军队，到哈罗舍合哥印。西西拉的全军拢受杀死，无留甲半个。西西拉起骹逃走，走到基尼人希伯的某雅億的埔边，因为哈索王亚宾甲基尼人希伯的家关系真好。雅億出来迎接西西拉，对伊讲：我的主，请入来我遮，毋免惊。西西拉就入去伊的埔边，雅億就用毯仔甲伊夹地。西西拉甲伊讲：我喙干，请你用一寡水互我啉。雅億就开底年的皮地互伊啉，又原搁甲伊夹地。西西拉搁甲伊讲：你徛踮埔边门口，若有人来问你，有人来你遮无？你着讲无。西西拉
亚先困动民，希伯的母雅億摕布边的乞仔手举推仔，用念的行去伊遐，用乞仔对伊的鬢边钉入去，烫到涂骹，伊就死。迄时，巴拉对日西西拉雅億出来迎接伊，对伊讲：“请来，我互你看你伫找的人。”巴拉就甲伊入去。巴拉看到西西拉已经倒伫涂骹死伫遐，乞仔还钉伫伊的鬢边。对安尼，上帝互迦南王亚宾受以色列人制服。以色列人哪来哪强盛，赢过迦南王亚宾，最后将迦南王亚宾消灭。